劍。王兄，你嘅鑄劍技術的確非同凡響。王兄，呢把齊物劍可唔可以再鑄練下？冇咩啊嘛。我要揾一個人。佢係邊個？係咪心上人呢？唔係，花千樹依家喺邊度啊？人人都求我揾花千樹。揾親佢嘅人都係想同佢決鬥，想打贏佢出名啊！咪話老人家唔警告你啊！我呢世人見過咁多把劍，從未見過好似佢咁奇特。但係鑄劍嘅人喺做呢把劍嘅時候，內心一定係充滿殺氣，所以呢一把劍係非常邪惡。如果你用佢，將來一定會死喺呢把劍下。我丈夫已經派咗人嚟保護我。其實我應該時時陪住你至啱嘅。唔好打！你令我諗起一個好好嘅朋友，佢同你都係中意劍。我有個朋友出咗事，你放心，我即刻去救佢。人家我爹嚟到你知死。多謝你救咗小女，佢好還氣。請問公子貴姓？在下李默。呢把劍我恨咗好耐嘅，而家仲爭把齊物劍，咁就功德圓滿。我一直都好仰慕前輩你嘅大名，希望有人能夠得到前輩你嘅指教，呢個係我唯一嘅心願。